我第三代啊，我妈妈第二代嘛，我第三代。做我暑假都是做啊，我教了几多年呢？你看，我都82岁啊。漂白是专门做那种布了，还好没缝线装，量在那里，啊，你还是专缝线装。量又显出来，哦，漂白怎样？是台金衫嘛，哦。你是台金衫。我是台金衫，哦，漂白老人家没会做嘛？系啊，你还是量哎呦量整套的，老板叫整套，哦，你做起来量哎样记起来吼，安尼按标下来。哦。缝线装来，因为对了了，用用对了了。有树鸭吼，鱼丸、金桔、扁甲，你的母大了吼，伊都我已经做，囡来个食鱼啦，常常会大了啦，啊了海啦吼，了火爆，了果善福，了果善福我专门有做本囡教囡仔，一片吼放来吼，啊一片就两片啦，你对袂对平软植落去，两片也有平软植，一种种平落去。啊！伊摆吼，帮伊洗落甲吼，并个落太个螺丝个吼，叫脚顺的。哦。迄落个呾，迄落个吼，甲伊来个，另外个几位上个东西，啊去来到去掠电饭去看到，哎呦按多钱，因来了，哎呦掠到按多钱，因为摸在紧深深咧度，啊去照体起来啦，啊去就深度下去照体起来，迄就火爆啦吼，拍个符啊吼，拍个符两条符装落去吼，一是按一符带。加块来吼，我拍落去，拍落去吼打时间，时间打好吼，你前只溜起来，因为前只吼溜起来，溜到吼分子顺啊，莫村大桥的，就是讲个翠山啊莫村大桥去，溜到分子顺，现在你要打时间咯，时间打好两钱，安尼你袂做做平软质啊，平软质吼，咱时时刻刻的吼。
这骨头将将你按剪体机吼，剪体机，这剪体末的吼，按这个要搬动我这里入，越多吼，它越多钱的意思。还有个我们10块钱的放2个，这不是最含用，最含用的风机爆灯吼，含的木块，重要的制作的。咱听说会戴俩手套吼，有俩啦吼，那就是，那是海，还有麦的，哦，头两麦，咱俩可以甲做读俩，也海边的吼，下头啊，挺会读的，咱俩没有去打水机，那水机打好不是剪的啦，附带而已啦，附带因为有附带苦的，创因为千苦的意思。我不知道闽南人有没有，就是客家人的部分是剪骨，剪骨的时候他说要从手把它牵起来，那我没去看过，我真的不知道。他说这样整个牵起来的时候才不会碎掉，所以是手就是用这一个，而且是用那种比较不容易。也许比其他来讲的话，它是棉的，比较不容易那么快就腐坏掉的。然后它就整个手这些手骨头什么什么都在里头，然后是拉起来，象征性是牵起来的意思。是啊，那个时候考试，我的班级哦，去23个，考上11个而已。也有教那个礼仪啥好做完，哎有人哦，做乜你不是上啊？礼仪系教嘛个，用班错啊。用班哩吼，因来擦吼，对有人擦该有啦吼，韩国竹棚那条吼没有啊。没有教竹棚啊。还有走上。还有哦，教完豆哦。还有修信，修信啊，那条你不忘了修信哦。这系做嘛个？还有体卡、几何、数学、国语都有了，还是3年级的，都丰富噶。所以我那个波摸风哦。跟线上啊，来到听，唔好教波，一下子教北京话，你去哪里你会按教啊？波教哦，那就是很低。唔讲话就会讲话，家下嘢台湾人哦，叫做体育专类，给人来教。清末先生哦，又要教人哋汉字啊，民族出新本山来个，又教又给先生来教。你子吼，桌上家吼。要为它编出来，翻过来，这样子要穿的时候哦，这样子，这个是对，这个要盖的，这样子，因为贴来垫的哈，这样子剪条就会做平用纸平多落去哦，芥末到芥末剪掉落去，芥太芥皮点地，将地方片讲的，个整2年就不贴。你哦，这贴来吼有莲花那边吼，跟住脚不是水莲花，哦，所以我讲你要讲几管，你要扶啦吼，要2条，你要2扶啦，哦，2扶，要2扶，2条6从下要走。装落去就按开封面按靠咧，跟附带吼就按拍起来，拍起来讲拍但是几大好样就这咯哈。你辅助好样作票，提带下了吼，了是，你分价阵，有了15块，你身条块，男人来听到7块吼，你块好咧吼，了提带下，了按搭肉面，有了讲了2两同样诶，了咪块身条块。哦，做了身条块，分价就身条块，那么你来常开得出来，要3两，现在我3两拍3，1两搭肉面，2两吼拍3比腿，那个符合腿，肉腿完，伊去到西下没有腿完啊，哦，2两，韩国了讲
一两担蚵，两担蚵吼，你咪讲我去做好命铺啊，然后做了担蚵呀吼，担蚵一样，都好让你提蛋蚵的，你提蛋蚵的做下去了吼，就老个圈贵些。也好，也好，老个开，按做起来老个像那贵线啊。不然你夹个下吼，夹个这西梅啊吼，做大圈有没有？这你按打开来种啊，哎没大圈啊，做嘢啦吼，用嘞。啊你啊给按转哦，转煮上都没看到咧，哎。我那个时候算起来，因为我姐姐她恋爱结婚，因为17岁就毕业，她走营业年龄结婚，我爸爸很生气。后来我看到这样子我不敢上班。我姐姐去上班，该人有求她来上班来念啦。就是在糖厂。那个糖业公司她也在那里上班，按住2小时2耳朵看到我家己我爸爸唔当钱了，我看到囝钱按转到外边打我看到佢囝，我怕，我说我不敢恋爱结婚，因为然后先给我马上你冇然后先给，讲我也不会跟他走，哎，10年头不好我28岁人教嘅，大家就讲，下原名安东安东叫。甲运动所咧，团体去收减妹家体叫做专门来做上山来做啦，西上啦按生日1礼拜会轮2班呢，星期3和星期5，星期6会轮上。那个中学都是上佛轮过啊，那5个弟弟你看而且我爸爸来有同学带，我舅的我有同学带，他新竹女中，我爸爸来头台北师范。有同学带，讲那个阿姑的孙有同学带，我生几多了，因为生50个噻。这是谁来的？谁来是大毛啦？你병落去병顶个创，后后你当我后头。咱现在嗨咱咪好饱，就大苗的。佢无诶跳板，你都未自家做哦。咩？咱无嘛边做啊？几下去做几下做，几下去做。咱抹啦咱咪佛山佛，咱咪先有一跳佛山佛，咱个咧收台，咱是马挂，那面咧咱马挂。对，骂吧。了山府有分台式量吗？冇，总然中啊。你用迄个作按多，地位都作按多地位都紧势，冇你按台中了，都需要中了。你是骂吧，你提蛋糕你是冲上。这个也是林子看起来是这样子，人家亮的两面佛先做啦2条路去向下做，你上，跳板的人合底，你后上的合唔底哎呦，个尸体啊唔叫做啊上，谁咪落来做落去？你系人合唔底啦，唔底唔过系有见到老人家底的，有咪为了买呢？有咪底？你是讲本来有一个什么土建咪土人来啦，他咪讲。我本来每个人没死，出来讲嘛个假把在头上了，我讲头埋上了，假把尸体前多年啦。讲外边唔是看到的上面当窗有一两短来抓的是啦，啲唔地假咩也唔地啦，就
你就吼，我就拿鼻孔，我讲现男人吼，创啥嘛管那，拿出个，嘿啦，使用加鼻色又个青色安讲，就哈，我都毋是看到爱啥，我讲你半暝叫我哎呦，我伫天当间8年后啊吼，叫别佚佗个哎呦啥，因为我讲甲营养先交回去咯，去讲甲新民个吼当片的，来交回去啊，用烧回去啊。那个满清入关之后，顺治皇帝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剃发易服令。那剃发易服令里面就是汉人的一定要把头发剃掉，要留辫子，然后一定要换旗人的服装的穿着，所以清说就产生了很大的反抗，然后就是留发不留头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有一个金之俊的就提议所谓的十从十不从这件事。那所谓的十从就是生从死不从啊，男从女不从啊，然后最后有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生从死不从这样。那生的时候男生就穿的跟清代的清代的人民的服装，就是也许是剃发啦，然后换服这样子。他如果在朝为官，就是不管你是汉人也好，什么人，就是穿官服，就是穿清代的那一套服装制度。那女生的话呢，因为她不在朝堂之上，所以她可能是躲在家里的，她就是她可以维持穿就是袄裙，就是上衣跟裙子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死后不从，就是她死了以后可以穿他们原来的那个明代的服装，就汉人的服装，回归到她的物件里面，就是那个裙子的部分。所以客家女性，我觉得在那个表现物的表现，你解读出来的部分就很清楚，因为她一辈子当中都穿长裤，可能就是结婚的时候穿一次那个裙子，再来就是怀孕生小孩的时候围一次产裙。那事实上那个也不是真的是穿裙子，它就是围起来一块黑色的布，那是生产的时候。那再来就是她过世，就有一点。大家有一点补偿的那种心态啦，让她一辈子穿一件漂亮的裙子，这种补偿心态。无啊，你还会门阵啊？门阵啊！我这两晚讲嘞。用诶，你这个多有人多咩？我介应该惊我平安好。哎呀，哎呀，好啦。好，1、2、3， cheese。好，谢谢。4月8号去洗衫吼，今日讲吼，同佢下落嚟當嚟咋，當咗未？一摸下早起等下當，洗嘅唔足過衫，洗唔得好。我就過落去，今日我就跳下咯，我俾嚇一下，又幫佢嚇一下，今日哦，我就按左跳下咯，因為我按左同佢哭人話吼，喺度哭人去洗衫嘅，叫做跳下咯，叫佢笑嘛嘅呢，笑佢嚇工嘅，哎呀，叫同佢做嚇工嘛，哎呀俾嚇死嘅嘛。昨日吼，我就同我爸爸來講一個，就算我本來響學到咗，係班冇人做戲。我爸爸佢係上班啊吼，家下不下因為講前輩啦吼，佢日啲生活，佢昨日來吼曉拖來睇，同我媽媽冇菜哦，佢就就我媽媽就有個炊煙啊吼，佢就個炊煙嘅，我媽媽聽到就喺度，佢就講啥吼，等下我挨轉咗，挨學到下課哦。中學下課又回來，咁教你嚟跳嗰條呢，再轉呢，轉嚟我又做飯，我妹妹吼比慣年同屋下人吼，叫佢吹嘢，你再轉下來，我再做飯，做好我好食飯，我爸爸同我媽媽也轉，就是我看我爸爸的榜樣，我應該哎呦男子吼就不會做對了。所以那時候才相親那麼多次。對啊。你相親有相多久？相親哦。哎。我有。請多年嘞。請多年了嘅。
下座的，那讲了一年是年时甲有讲啦，摸相亲啦。开始有见过面吗？没有，没有见过面。他妹妹和姑母妹妹是同学，哦，还有我爸爸的同事住在隔壁，住在这里的。没熟识的人。嘿啦，叫他上班了，俺叫做讲去嫌我爸爸嫁本去啦，讲来嫌来嫁去，我哪有摸话啦？我想叫来摸话。哦，讲了28岁了，又讲去啊。里面就讲了就讲的是上海。哦。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也是，我的房间在这里，从来都在海上嗰度迄到现在房间。那房间是日本时代用绣字管的咱嗰度一条路行沿路，你按打，走上去底下挑签的走。那个时候我很怕那个痛呢，用脚揪落去呢，揪吹去呢，就拢爱丢的多爱揪吹爱夹呢。从门那关的，唔敢不必走了。后来唔会啊，你添复习的时候，不会什么讲关鸟去了，唔会嘞，爱做好一包一包，转头爱房间表了，房间来做一只房间，转头表的房间了，不有表就转表的。他要把他的八神拎走俺生意爱啦，俺民族的当过俺做上头当过没俺绕南药啊，两年读的俗语读的，俺迷信上界俺叫，就读的读的叫过来读叫就来落啊哩。个生意嘛一吹过了，就你某去南家，叫出来落啊，边紧走的，就做上了。本来因俩下是议论。他摸天法，他蛮有天法，他搞得他呢很有天法，没有这么方便。我要打电话跟他讲都是去铁路局打，那个火车站U17是去铁路局打电话。我双方去嗰度拿我大家天法去本机，摸做写信，下晚就摸有跟着写信啦。写信嘞？他们用写信啦。那时候写信也要好几天才会到吧？那什么没有急事去用信啊。那时候每个礼拜都会回来没？系啊，不过上海马个事情通缉啲啊，就写本机啦。所以咁样嘅写信喊出啊，佢回问人嗰個，喂，你打不嚟打？親嚟到嗎？呀，我哋話笑啲咧。免要縫嚟啦，縫咗有嘛？免縫就會上來啦。唔過有啊，幾日才鋪的啊，唔過冇上啊。有啊，闹笑话啊。对啊，他说你家做什么？我们家做兽医。哦，是哦，那狗啊猫什么都看是吗？对呀，那种兽医。是那个兽医啊。我们也扯不清楚他什么兽医啊，是什么猫狗看啊？我们是在体溜啊啦。大门我睡在那个合适房嘛第一间是合适房，是我们小孩子睡，我都没有睡饱。你知道我为什么长这么矮？你看，刚刚全部睡抹爆，你看。半夜人家又来叫我了，来买了。阿妹姐啊我不叫阿妹姐啊。开门了，叫到了意思说赶不开。都是3更半夜来买的。要赶，然后我妈跟我婆就起来就开始锵在那边车，然后我都不用睡了。那个时候没有做好现做，没有预备预留的，没有库存的。我们8岁就会踩缝纫机耶。踩那个旧的那种。对啊，我跟我妹我记得我应该是8岁就会，我妹可能那时候还不会，但是她会提溜啊。她很快提那溜啊，一条长长。我们暑假就靠那个打工赚钱。因为回来都要几个我就算多少钱了。有时候一个礼拜800个呢，打800个回来。800个。我跟那位跟有冇跟一条跟我婆婆都会用那个尺量嘛，1尺2尺这样量然后如果10尺1角的样子嘛，
好，以前好像5角可以买1支冰棒，什么啊，或是租一本漫画书，你知道哈。然后我们就会很认真的哦，赶快弄到傍晚之后就去买冰棒吃。连我那个小儿子，我也要。他有做到吗？他其实小的，对啊，他比年轻。那小儿子啊，他才4、5岁而已，他也看他姐姐在赚钱的，我也要。我妈哈其实是劳碌命，劳碌命了。基本上我妈哈我在做不太让我们进厨房，我到结婚都还不会洗米，真的，我连辣椒那个叫辣椒我都不知道。什么高丽菜都不知道，他说那个哎我那个是什么花？跟我老公去付钱箱，那上面不是那个一排红色的排很整齐吗？那高丽菜啊，远远看到紫色这样，有点带紫，外观有点带，我就跟我说，哎、你看那个是什么花，很漂亮。我老公给我白眼珠，拜托，连那个高丽菜不知道。所以我妈太能干了，所以我们等于说不会做家务事，她不让我们进厨房啊，出去，她太厉害的，她赶快弄一弄，我们去她会觉得碍手碍脚。我做衣服哦，做平常的扣子的钱还没昨天交回呢，没有俺摸6板钱还昨天拿回。啊，哦，我先生哦，他做两个地方的那个薪水，都是交给我婆婆。你是看他不会想过卖嘛？赶快拿来，卖不谁？卖东西哦，这卖嘛个东西哦，你来拿吼，来抢给拿小员本来早上小员来办给面拿去了呀。哎，以前的吼就是这样哦，去拐去甲下东家去5会讲中签的，啊，还去哦。你这梁山那种走的袂死。哎，冇中，还里面吼，去讲放喺东家下吼，去71咧。同阿姑土色囡仔吼，就哎，本年去动我个冇动我都，啊同阿姑土色囡吼叫，还要我们就用心算嘛吼，啊个，啊用心算就是当然就好啦，叫莫啦，你动嘞，还去做啥动？去吼用钱吼去用很轻松，对。你少了袂死。嘿啦，因着吼，因着就上落去吼，可能去按出吼很痛哦，你咪去放喺冻也好哦，放喺冻上，我想说好啦，那迄个冻，我车冻哦，我就唔会按用出，还去车做啥？我请个几下几钱啊？去车时啊，我见我冻吼去切冇放个啊，去做去用啊，所以吼去吼唔会讲分钱来压倒啦。非常节省，太上了，上都我爸有场只会抗议，你想要买衫，我爸想要买衫给他，你还按多衫木工买嘞，那就会一直挡他应该这样讲啦，他的省是说哈，他1分1钱他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啊，他也不是说那么小气啊哈，没客气啊，给2的哈，给2，不过哈你不能奢侈就对了。不能太奢侈，所以我们家每个小孩都给他教到也是，人家讲太节俭。最好的话，我要调班，不然就礼拜2、礼拜3。你礼拜5我们要服人。お兄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もうご飯済んだ？あ、そう。元気ですか？いえ、はい、いえ、そんなこと、はい、いえ、はい、さよなら。
这块鸡啊，哦，拢可以啊，啊，按摩店出也香香啊，哦，这样摸啦，摸啊，像我们的12个从头问没有在，还有从头又在问。吃饭，在哪里吃饭都他还没不晓得讲，就像先看人数，他这样先定人数，人数多少多寡，他才来决定。 2000个小时，你走自贡走请求呢？哎呀，来走青丘哦，74年我就来这里，哎呦，民国74年。因为一开始用的上会乱我哦。那个时候我是55岁以上就可以进那个长青学院，刚开始到长青学院去学那个英文啦，就学英文哦，后来就在这里做直播。你全部胎嘞嘛，全部加嘞吼，啊吐嘞啊，啊俺妈都憨的，啊其有同好闹热，爱社交的人，知道哈？他很 social， 他可以去到个吼，你去到那边啊吼了啊吼，要变几啥所在，带他规群吼，给旁边不认识的人吼，给他祖宗八代全部问清楚。懂他很 social 的人啊，然后反正我是觉得他怎么讲，他不能离开那种人群而居，你知道吗？他爱热闹啊，所以我觉得他发挥他的所长啊，伫一周志工伫做大天发本给的老农民嘘寒问暖送什么3节礼物安尼去动听啊，系啊，好动热心。东路就是一样。哎，有去过的吼，把它勾起来哦，有没有？有，勾起来。有吗？啊有，我有比。有去过的勾起来就好了，不要再跑来，整天跑来跑去。像以前哦，刚才那个熊佑洲，我们一直说是秦钟，真奇怪呢，怎么他会回大陆？脚都不会走回大陆，怎么11月才又回来？结果不是呢，熊佑洲是这个人，秦钟是还有个胖胖的。秦州好像是在那个路也是很窄，车都不能进去。对呀啊，一个胖胖的有没有？啊，然后那个他现在回大陆啊。我俩那一些你啊，还有爱顾不懂的，也好，哪个意思？好惨。对呀。然后过吧，还有点啊。啊！你看陈姐姐还是很认真的，你看。对啊，我还想到我要还给你们了。最后一天装这个。谢谢。没有。生日快乐！哎，谁没有？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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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加油！拜托，小孩的力量。
哇，全部9次，大小刀啊！哎，数来听听看。哦，听了你会吓死，眼睛2个了哈，还有这里一个，这里一个，那用吧。那个脂肪瘤啊，哦，还有什么？还有这里2次，盲肠和那个纱布在粘。没，盲肠和那个虫的战斗，哦，2次，还有这个心脏开刀的时候，这个也开。这2边也，第2边那些管全部坏掉了呗。这里好多坏的，啊，就是不能使用了嘛。啊，拿这边好的，拿这边的截取它好的，哈，去接上面。所以大大小小哈，第9次了。所以上次那个算命的说，你开到10次哦，你会死。这一次说我开这个，我说哎呦，大概我会死了。不对，你这次10次是开那个不会死，所以我们可以开11次。本来你上无上过讲不准批，啊，如俺妈给摆心脏开大刀啊，心脏血管绕道手术啊，开大刀，然后就跟医生就讲，俩吼怕100个礼拜又给我小疼啦，啊，叫我们有心理准备，好说，我们大家就很紧张嘛，他说，哎呦，俺妹就想到，我家乡有我无想到讲吼，老妈填复苏啊，无买起来吼，给神准批后吼，因为公司在面有心里有畏惧啊，有阴影。啊，我妹一提，我就说，嘿啊，他讲吼，干脆吼，先两老吼买起来好嘞，先做起来，填复苏，然后杀出2摆开刀吼，看着解饿嘛，就先把它填起来，啊，结果那个。开刀出来很顺利，你看，刚他69岁哦，拄好救，当唔好诶，老人家110呢，是吧？哎呦，69岁哦，怕过唔了啦，结果好彩，唔知迄咩填复苏啦，反正之后看阿妈有个跌倒啦，有个那个痛风啦，119。送119，送到个那边立新啦你看，反正你大半全部可以一关一关过啦，冥冥中嘛，我用讲。有佛吗？有，怎么？我放在这里。那2头啊，那个我要表达，一会儿是我的了，一会儿是他的。有主办人的是走在主面线，然后主办人写。不，农民家写一下，对，大家写一下。我开刀的时候，那声音就拿来拿去了调不住。这一次我先生开刀，我就个写声音，因为那这样，对，我先生还不知道啊，那摸鼻鼻啊。就是狗血的事情啊，你知道？应该啊。为上刀为强，记着。唔会强就上个，了吼，东西系物嘅东西吼，后生系讲好了，师傅上尸体做啊。所以会想说有一些事情会交代，就先交代。就是经常讲，你吼莫不爱sen事哦，爱sen老人吼种好了分就还好啦。咱会sen事咯，莫跟老人照顾。迄个尸体吼真紧了，去食煮唔到食，今晓煮盘啦，我甲唔晓得啦。买了19个吼，亲老迄我袂识啦。安尼婚姻甲安尼还袂装个识啦，系无？
这个是梅花，这梅花，哎，你看跟木瓜，这个梅花，那个木哎，狗肉用椰子哦。啊，等带到去食的天天来。啊，阿伯伊，阿伯伊，cái thiên ba ta là thằng cái sang là ngày mai học rồi đi mà nhà mama đi mà y chỗ sông châu đấy kỳ đằng cái đi con cả nhà妈哈忘海一嘞，你知道？我弟电话里头听了，以为他已经这样子了，哇，更紧张哦，然后我们全部赶快追到那个长庚去啊，我爸。有啦有啦，真的会啦。他自己又经过那个开刀，然后像我妈又讲，哎，实在是人生哈。好，而且说实在你不要看我们爸老妈就想说斗来斗去无得很艰苦的讲啊，3日磨出来4日从医院啦我爸呢。下晝多了就叫還個後半班，意思說我是白天做嘅看我媽咪下晝班還個我總係弟兄咪佢做還個好去醫院的啦，佢做去看我媽4日無因得罪。要不要跟墓主手术嘛就送给护士，就说要一个家属陪同嘛就送到一个准备室才底杯我差点哭出来。他还是像一副很乐天的跟我讲你阿伯迄小腿就酸的啦，反正要拉嘞你知道，讲伊活够了。哎呦，你听了就心酸因全部外人拿3嘛，叫都泪流满面了。他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吧，多说无益啦。那因为弟弟的等于说是大限到了嘛，弟弟的人买家已经很悲伤了嘛，我妈全部就是会跟他讲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做到圆满让老人家安心去就是所有手续哪一个他会特别再叮咛过，像人家荷包都喺地方切个名字称人他把人家子孙还有那个脚踏莲花，要不然就会叫他特别去注意那一点送甜品，脚踏莲花送甜品对吧以前我们在旁边听也是这样听听而已可是你看我妈她是你看法人看你讲几多年的呢？20人岁加落了80人岁，你看半个世纪以上重复又重复，每一套跟人家讲都要这样，他就是不厌其烦叮咛再三。有些是老人家很开心来买的他就是像我们这种下后辈子孙，唔伫好来准备的你老人家七家做来轮买人家比如讲我七家准备还强来买还强的给有钱给不在乎他就是要买好的，对你本来爸妈家给咩样走，你买赚住没有走，自己买给自己，然后给他们讲他比我们还清楚跟我妈讲的真的很投机的，那一点嘛个Q6年嘛还那6年6块我拿出来晒全部有准批面鲜的切丝，那就是他有晒过自己吃。然后他准备了面鲜的好像庆祝说他又过了1年这样每年的6月6就是日头当来给拿出来晒干了出补里的他是那种开心的心情在跟我们讲他不是说好像替自己办后事这样子5才去做5才开补要补提早又提早了。那所有的衣服都有一定的尺寸。对对。
真的说是俺在上班啊，俺要磨啊，俺妈做给俺送俺单，俺要磨去插给就是，了的传统很用版型穿衣服嘛个给寿衣用照，用准批有几多层全部唔滴，真的呢，能够到现在这个年纪就会去觉得说我会去注意这个事情了，我会去留意说是怎么做的，这传统要怎么传承，像我就从来够通用啦。本来今日无兴趣食念的，本来阿妈问叫我食嘛，今日无兴趣食。你看多厉害，给诸位兄弟讲爸妈老了，他要承接，不然真的就断掉了。在台湾，就从清朝，从日本时期，从国民党时期，或者是什么这样一路下来，是每一个时段就很快的接受，很快的。拣选很快的放弃，而且这个部分我都有时候在想，物质文化这种东西，事实上就是不断的淘洗跟沉淀，然后呢再被应用的那个阶段，那可能要很多人去做努力，就是告诉其他不是很了解的人，这个东西它有什么样的时代意义，它有什么样子的内在文化价值，然后呢他自己去做拣选。那如果东西会被留下来，它一定有它的文化价值。如果东西已经是被拣选，我们不要说放弃，也许是拣选之后它被应用，那就是时代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流变。那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强迫，但是它就是我们一般文化人可以去努力的是告知。今年不是闰西面没？闰西面讲乜周末要买猪脚面线在伊没？俺就唔记得了俺妈还会暗示我，我就赶快去买因为其实他们高血压、糖尿病也不能吃那些东西，就是那种高胆固醇，所以我一向我都不主张买那个东西给他们吃嘛。他那一天就会逃，你看他吃了他很心安虽然吃不多原来觉得你看有周斗，现在年轻人他们不会去想到老人家他的心理慰藉要什么，对不对？他可能就是只要这个东西而已，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什么闰4月啦，买个猪脚帮我准备一套寿衣也许我们年轻人都没有人会想到这些事情，可是，一旦你做着，他高兴好久，真的。